声援维吾尔运动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罗谢纳·阿巴斯女士谴责国际社会无视东突厥散维吾尔儿童被汉化。她质问强调儿童权利的国际社会为什么对维吾尔儿童的局势保持沉默。她说，今天有超过50万维吾尔儿童失去父母，并被送往共产党的孤儿院。这种情况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都是不可接受，可惜的是已被忽略。东突厥散目前发生前所未有的破坏，国际社会保持沉默并默认这一做法，这是世界眼前不可想象的暴行。罗谢纳·巴斯女士呼吁联合国以及包括儿童权利活动家和知名明星在内的西方人士关注维吾尔人的局势。她说，业内人士和主流媒体都在为中国的血性钱卖掉他们的价值和良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就国际基于宗教或信仰暴行行为的受害者纪念日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维吾尔穆斯林的局势，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据该组织称，国际社会应追究宗教肇事者的责任，并向受害者伸张正义。该委员会主席盖尔曼辛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将他们绳之以法。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表明他们绝不允许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声明指出，对宗教团体的袭击包括达伊什在伊拉克的大屠杀、对基督徒的种族灭绝、对维吾尔人的破坏、对罗兴亚穆斯林和缅甸基督徒的大规模暴行。台湾周日举行823炮战62周年纪念，在美中关系持续紧绷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首次前往金门出席追思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日在金门太武山忠烈寺出席823战役62周年追思祭悼活动，缅怀在金门炮战中丧生的将士。1958年8月，共军对金门展开了超过1个月之久的炮击，并对金马等地发起陆空作战，试图逼迫其投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也与其他官员站在蔡英文的身后，表达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本月初，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以任何借口搞官方往来，并督促美国停止政治作秀。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打压，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宣布正式起诉美国政府。同一时间，自称美国微信用户民间组织也向特朗普政府发起了诉讼。视频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的运营商字节跳动宣布，周一将正式递交起诉书，起诉美国政府。特朗普声称，中国当局可以利用 TikTok 来追踪美国政府雇员的位置，为用户建立档案，以从事勒索、公司间谍等活动。字节跳动公司表示，他从未向中国政府提供过任何美国用户数据。北京方面也谴责特朗普的打压是政治行为。8月23日，数万名抗议者走上明斯克街头，再次针对白俄罗斯政府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他们披着红白相间的反对派旗舰来到独立广场，高呼口号，反对在8月9日争议大选中胜出的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的视频显示，一架政府直升机降落在总统官邸的空地上，抗议者已经转移到这里。卢卡申科似乎手持 AK-47自动步枪下机。